大乡亲啊，这个网络顶流传不少的影片，是甲美国讲假呢，散喷喷乱吵吵。譬如讲，这个超市记载人抢，拢无人咧管，啊，美国的军人就算严惩嘛无作为。当然，这拢是假的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火架害了，民众赶紧要走，煞来有真侪阿扁哥入到超市。这个消息讲，美国路易安那州的超市已经失控，无人收钱，干那收抢物件。军人加钱，干那控制卖发生闹火冲突。影片传到网络有22点钟，超过125个人分享。 阮一个一个来检查，伫 YouTube 顶面找到类似影片，据消息用2017 1月份墨西哥民众抢劫超市来讲是美国。其他的人将钱等伫街仔路，证明讲钱买袂到健康，实际上这是依法折磨。2019为了瑞拉的旧相片，甲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无关系，更加毋是伫意大利。 社群平台顶面已经出现主打外国疫情失控的协同性造假行为，拢写简体字，明显是针对海外华人。我们类似看到这样的讯息，可能有多少则了呢？几千则吧。不过发动的话，其实有不同的来源啊，就有一些是比较系统性的发动，有一些是比较自发性的。比如说在中国那边，它会有一些人家俗称小粉红，他们是比较有爱国心的乡民，这种他们就比较随意的发动。那台湾这边其实有一些人比较关注中国讯息，或是他们来往两岸，他们 其实也会接触到这样的讯息。以某方官方的笑话，某各国的防疫消息，甲无中生有等等特征。不过，真侪民众无少想一个就团有可能达成散布的目的，自信战将会随着疫情继续的进展。